南风变大雨，拜六礼拜台中以南，尤其高雄甲屏东要注意大水雨，上紧后礼拜三才会好天。偏乌一台碰扑啊，若像东亚歹去失去控制，甲一对白仔囝掉落车底，老爸死亡，后生重伤。美国华府地靠兵器推演，模拟中国封锁台湾，报告讲咱台湾的天然气库存，动保杂质都会用完。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2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陈真。人讲乌卡西南若是到落雨无分暝甲昼，这西南风变强变雨水，台南永康早起雨势落甲真猛，1点钟的累积雨量都超过100毫米。拜六礼拜这2日，台中以南会落青公雨，尤其是高雄甲屏东的山区，就要注意有大水雨。上紧就要等到后礼拜三才会转好天。台九线大溪明水道前，因为大竹溪溪水涨悬，地势路基冲蚀，造成上北车道部分崩塌，路面电火条啊嘛浸伫水内，所以公路局暂时封上北的路段进行路基改善工程。电线杆先滑下去了的。哦。这个是边护栏是昨天早上起来的时候5点多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滑下去了。台东雨落无停，南回地区7月雨量达到1851毫米，打破台武气象站设站86年来7月累积雨量最高纪录。根据气象署的统计，为7月29到8月初2下晡2点，这5天全台累积雨量排名前4名，拢伫高雄山区。尤其武林区的独立林道7站达到1860毫米，桃园区小关山原有1600多毫米，屏东春日大汉山7站是超过1500毫米。气象署表示，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南永康区初2透早出现激烈降雨，1点钟的累积雨量到100多毫米，也创下历史纪录。在屏东三地门乡，今天来到了施雨量最大，是来到了122毫米。台南市的永康也有103.5毫米的一个降雨量，在这个站的历史第1名的施雨量的一个强度。气象署提醒，拜六礼拜这2天落雨上明显，台中以南会落大雨，也是局部大水雨。其他地区是午后局部大雷雨，各针对全台湾19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其中高屏山区可能有局部大水雨等级的降雨，提醒民众一定要加注意。天气若是要好天，可能就要听候到初6，后礼拜3以后才会转为最云至好天的天气。记者采访报道。西南气流扫台湾，这雨水未输是车桶倒落来。云林、嘉义、台南甲屏东部分地区今仔日是停班停课。若台南一透早就上大雨，这大排抽水抽袂赴，规个溢出来，水是淹甲真深。是目前记者所在所在，伫咧永康的交情街受到西南气流影响自昨暝到即阵悠然咧上大雨。地势讲遮一群的都已经淹水淹甲足惨重的啊。有民众讲是伫咧北水灾了后啊，这已经无淹水啊。地势讲即届淹水淹嘛感觉足无奈的。是咱看到讲即届这水已经淹甲记者的这个大腿遮尔啊悬啊，甚至叫有这车是已经有一个链啊遮尔啊悬。要去上班的民众手牵手做伙撩起牵另外一个同事，本正因要去上班，佮行倒转来。透早台南落一场青公雨，地势台南遮严重淹水，永康二排水规个满出来，一捆头变大雨，大排水根本抽袂离，都没有办法走路啊。差不多60-70公分有啊。60-70公分有啊。哦，嘿嘿。嘛唔係遮嚴重。嘿嘿嘿。啊，遮工程吼，拢有机械吼，啊，拢大概整了一个卡啦。永康另外一边嘛足严重，早前昆山科技大学第4街枪在咧淹大水，嘛互人讲是昆山水上乐园，政府开真侪钱咧治水，这几档无淹，这回家奥多拜汽车拢浸咧内底。昆山水上乐园呢，就是有淹水了啦，然后可能是这个里长说，可能是那个国光5街后面那边有一点在做路啦，但是还没有去做确认。全台南市37个行政区有1/3的区域拢淹甲足食力，哪受到顶回风台吞大甲真严重的结果。这摆个稀累咧，7股区3股里大运流排水系统水嘛拢满出来。风台台厝顶，即摆是水灾下骹面水灾。因为内水雨水太济，一直倒入来阮即个大运流排水，导致遮已经
这个雨水已经溢入来，溢退啊，就对啊。市区大条路像小东地下道、四维地下道，拢紧急封起来。气象署嘛提醒，要等到后礼拜二，太平洋高压气流增加，西南气流才会离开台湾，民众这阵啊也是要真注意。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安那台中的大溪拜市水崩山，土面为山顶灌入去透天厝的社区，有4号的门口埕淹起，居民惊阁有土石落落来，希望市府紧固定山壁。怪手甲工人一直咧挖满土块土石，经过1日半清理，虽然已经能看到部分的路面，但阁要完全清除，阁需要一段时间。当地居民烦恼，若一直落雨落去，后边土石会阁冲落来，火灾还扩大。这几天的好大雨，土质已经松动了嘛？那是希望说，如果这一次结束以后，是不是说是否能帮忙说在后面这山坡的部分做加强结构这样子？台中市北屯大溪这透天社区7月31早起，后边山看爆发土石流，有4户民体遭到土石流入侵，另外4户头前大埕互土石砍掉咧。台中市长罗秀贤拜六透早去巡视，表示会协助清理也处理山砍土石散去的问题。我们担心它的边坡不是那么稳固哈，所以后面还会进来进行复建哈。南投山区的地道大雨，新中环台21线115公里的所在，车暗时9点外，也发生边坎崩落，几啊粒真大石头连落车路。落落的时阵，雨感时期翕到好佳仔，这所在是暗时封路，迄时阵无人车通过。在望高隧道大概里程115K 的地方有发生离心落石，但是还是可以单线通行。一早我们有派机具马上去清理，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信息公布端表示，南投山区最近依然会出现大雨，所以伫开放落去的路段拢经进驻大型机具，若出现灾害，就会出动抢通。民众若需要出入山区，也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平湖马经今仔早起有一台碰扑啊，也就是阿宝车，那像是当啊歹去失去控制。当时情况有一对爸仔囝要用身躯要甲车动落来，结果这2个人拢互搞落车底，老爸当场死亡，后生重伤送病院。消防队员围伫车边，想要赶紧甲骑伫车底2个人救出来。星期透早6点外，这台阿门图控普车因为动车故障一直使用头前去，过程中有2个人互缀伫车底，而且一直出去，一直到弄到徛过围墙才停落来。一台水输送运帮车那在疑似刹车不灵那导致2名这个民众受困在车底之下。消防队员用破坏器材，也有空气柱甲铁条咧。伫早起7点19分，成功增加20岁死地下伤者甲救出来，不过人已经昏迷啊。身躯有真侪骨头断去的所在，赶紧送病院。第一台救护车先出去，第一台救护车先出去。另外一个50岁死地伤者，因为互车链直接挨过，现场已经无生命的征象。因若车有20吨才重，原本用45吨吊车无度拖顶重，尾也是改用120吨大型的吊车，到9点外才甲人救出来。这时阵已经明显死亡啊，家属也选择是无送病院。受压于这个轮胎下面那由于空间狭小。这个水泥帮车的重量比较重，那我们的破坏器材没有办法做处理。警方讲，这2个人是爸仔囝，当时操作这个阿门图碰布车，验过车向使用头前去，2个人伫车头前想要用身躯甲动起来，结果煞跌伫车底，造成1人死亡，1人重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前几日新北新庄发生命案，伫咧狗仔发现一卡红色的行李箱仔，内底有装尸体。警察调电杆找到29岁嫌犯拖行李箱仔画面，比对死者手部 DNA， 确定这个死者就是嫌犯的老爸。那这个嫌犯即阵是依照杀人罪、遗弃尸体、甲灭证等等的罪嫌，移送法办，嘛裁定羁押禁见。半暝啊，这18人由红色行李箱仔穿过几个路口，最后行入巷仔内。新北新庄伤死命案起手画面出来，互案情侦办出现重大进展。拜四半暝啊，侦查员警到新庄中平路一个公寓1楼，将涉嫌弃尸的19岁姓陈的查甫人逮捕，被带回警察局的时阵，还阁咧黑白讲，若无就是拒绝回应。警方初下晡依照杀人弃尸、掩埋证据等罪，将移送新北地检署。
经专案小组动员30余名警力侦办，及10名应援队日夜不停调阅、回溯长达22天监视器画面，锁定29岁陈姓犯嫌。这伤性命案，警方采到死者模糊指纹，案情刷调底下 DNA 采检结果出来，检验确认遭到气死是姓陈嫌犯的爸爸。伫应干队扩大回溯72支监视器画面，发现姓陈的查甫人找到暗时11点，为新庄中平路行街出来，拖红色行李箱仔，行500公尺了，偏伫水沟啊，到底死者为什么死亡？初步解剖，拜托外力解释，还佫等进一步报告出来，佫调查清楚犯案动机。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施压，美国联准会是无咧惊，无咧甲信斗，又搁宣布要维持利率。不过，一个理事是要试头路，川普就讲，这个理事伊无支持联准会决议才会离开。川普甚至是建议联准会主席鲍尔嘛应该爱试头路。美国联准会 FED 伫美东时间7月30日召开的会议正式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引起美国总统川普表达不满。就在联准会受川普一直批评鲍尔支持无要讲利息压迫时阵，美联准会理事库格勒第1次向宣布辞职。库克勒是伫2023年由迄时阵总统拜登任命，加做联准会理事，任期到2016年1月，即马所宣布，会伫8月初8辞职，决定明年秋天等于进行假册，乔治城大学假册。川普认为，伊也无支持维持利率才会辞职。One of the governors, as you know, of the Federal Reserve has just announced she's resigning. I understand it was over the fact that she disagreed with somebody from her party. She disagreed with Tulane. You know who Tulane is? She disagreed with Tulane on the interest rate. 川普搁伫社群平台正式社群发文，考察联准会主席鲍尔应该亲像库格勒共款辞职。美国媒体报道 ，FED 有7个成员按算川普会提名任命接任库格勒理事的人选，因为联准会主席是非委员会成员选出，所以继任人选会可能加做会接任主席。We just found out that I have a open spot on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I'm very happy about that, John.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捌伫7月31表示，川普可能会伫年底进行宣布替换鲍尔，目前已经整理一份非常好的候选人名单。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这名单有贝森特联准会理事华勒、前联准会理事华许，甲北京国家经济会议主席哈塞特。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不时就派军机甲军舰来乱，今年4月佮发动伟大军演。根据美国华府地壳报告，因模拟中国为海上封锁咱台湾，讲咱台湾天然气是当无杂质就用完啊，建议台湾就要改善伫咧能源方面的不足。中国伊日侵了台湾，国防部设立发布查到强机1架次，其中超越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空域4架次，结合强艦7架出现伫台海，国军严密来处理。那安尼，中共官方媒体央视也公布强军演练联合防控。强军结合各种军兵种，出动军机军舰执行封锁突击任务。画面要拖到今年4月，中共发动伟大军演，挑战意味是真高。强军想尽办法想要封锁台湾。美国华府地壳 CSIS 兵推报告就模仿中共对台实施海上封锁，讲到台湾的土炭甲炼油分别伫7礼拜甲20礼拜会用尽，也若天然气伫短10天就来用完。我们也必须思考说，未来如果在封锁的状况之下，那怎么样把能源做调配，让一般的民众跟关键基础设施能够在遇到重大的这个天灾或者是冲突的时候，能够有效运作。兵推报告警示，能源是台湾能力上弱的一环。CSIS 资深顾问凯西恩建议，选项包含核能，也有强化电网。学者建议应对天然气入手，提升台湾能源的能力。我们现在天然气的接收站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西海岸这一带。那如果今天西海岸在一开始在作战的时候就遭受到不管是飞弹啦，或者是这个远火的一个攻击，的确会让我们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增加在东海岸这个地方，在东岸也要有的天然气的接收站？由台湾前挖靠能源的进口，伫战时阶段，开互强军注意到。学者讲，政府应该同步来检讨能源的政策，确保能源稳定供应。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要甲台湾扣20%的对顶关税，敢有机会降落来的国内业者是拢真关心。而且说落来，美国要公布23G条款，可能会甲半导体扣重税。
Trump 想康想胖，就是要逼台湾的半导体刷去美国制造。美国宣布8月初开始，台湾对顶关税税率暂时是20%，比附近日本、韩国等竞争对手较悬，引起市场关注。不过专家表示，台湾出口美国差不多75%产品，是在美国贸易扩张法第232条规定内，所以对顶关税敢若是开始，所来去2礼拜内要公布美国232条款半导体关税，这是影响台湾上关键的时阵。晶圆代工的全球市占率，以台积电来讲，就已经高达了67%。无论是台湾或者是南韩的话，都恐怕会是232条款的一个直接的受害者。专家表示，美国232条款是用来调查进口产品是不是危害国家安全。那产品对美国威胁，应加扣关税，和进口量或者其他方式保护美国。美国总统川普目标就是要扩大半导体等产业去美国投资。市场预估，川普会对半导体税率拍算向分年倍数调起的模式。对了关税，台湾还阁面对汇率变大的压力。昨天晚上公布的美国就业数字，那因为很差，所以让美元有明显回落，所以有可能，下礼拜一可能股市下跌会冲击汇市。专家认为，目前台湾对顶关税20%，甲东南亚国家同款，可能是川普政府为防止中国出口生产地采取的措施，打算就这个国家建立对中国科技业封锁的缓冲区，因为美国232条款牵涉半导体等战略物资代币贸易谈判，要有真长的参详过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8月23第2波罢免投票，国民党立委罗明才早起伫咧新店成立反恶霸后援会，包括朱立伦、鲍坤琪、蒋万安甲侯友宜拢来徛台拼气势。若罢免团体是上街头造势，争取同意罢免票。这件事情我们不同意，对不对？支持者叶国旗大喊无同意罢免，炒热现场气氛。伫7月头1波罢免，823要第2波罢免，国民党有7位立委面临罢免挑战。国民党立委罗明才初日举行反恶霸后援会成立大会，包含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中共前董事长赵少康、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这侪位国民党重要人士拢来，要延续726专线的气势。现场各界百工百业代表，大家齐聚一堂。他们要表达的一个心理是说，让我们放下战争的一切，让我们重新找回台湾人的希望。台湾现在南部、中南部现在大雨成灾，然后整个关税贸易战这么严峻的时候，民进党的心中，赖总统的心中还是只有权力，还是只有斗争。对台湾面临关税挑战，甲南部的风灾，总统赖清德讲要甲公民践行。民进党也定调823是背水一战，爱精准罢免。得到国民党大动员，看似823反恶霸，要讲出全力打。国民团体也行上街路，积极来宣传罢免。假日的人真多，会场4周围举办，把成功领签开路，呼吁予罗明才落台。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前年2023年，咱台湾敢若有登记的猫仔狗仔，这数量就比拄出世红婴仔加要10万。现代是愈来愈侪少年人无爱生囝，甘愿饲动物伴。稍等的7点半，青春咱的梦，宠物就是咱的囡仔，做伙来看新型的宠物经济。伫街仔路来来去去的尼宝车，除了杀红婴仔，搁较侪是坐宝贝动物伴。伫台湾进入少囝化甲高龄化的社会结构了后，需要动物来做伴的人嘛愈来愈侪。亲像这对少年的翁仔某，因决定不生囡仔，厝内有饲各种的宠物，每一只拢家当做家己的囡仔来疼惜。因为不要生囡仔，所以就是把他们更加当做自己的小孩。有囡仔当然是闹热，这无对，但是有囡仔的责任甲饲狗仔的责任是完全无同款的。来做家事了。根据农业部的统计，台湾的宠物经济每一年有要到600亿的商机，主人照顾动物伴，无论是食的甲穿的，因是拢真甘。嘛有人推广用爱的教育，加做动物行为训练师，互主人甲动物伴的互动会当更较好。刚还没请老师的时候，不好的行为那些，我就会可能比较凶。其实狗就像琳娜赶快，因为用查某囝来教伊，所以就更多的爱。无生囡仔，饲动物伴的时代已经来啊！
愈来愈侪人投入宠物经济。即马饲动物来做伴是真热的话题。现在囡仔甲动物伴伫家庭的角色，敢会当替换？无定就是后一个需要咱来关注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建国花市今仔日开始到年底推广减塑胶活动，鼓励民众搭其他环保袋仔。环境部嘛会摆搭准备5000卡袋仔，有需要民众拢会当借。8月下晡的台北建国假日花市，不少民众专工来买花卉食物，大部分的民众是用打商提供的用一盖塑胶盒啊，把花赶回厝。来这个建国花市呢，大概一天大概3万人。那我们有派同仁来这个地方一个一个去算，大概只有1.5% 的朋友他自己会带自己的环保袋，不用塑胶袋，这个比例是真的有点低。环境部长评克明讲，有98.5%的花市消费者使用真济用一盖的塑胶盒啊，看得出来这个减塑观念无用伫日常生活。为这样代志，8月初日开始到年底，伫遮推广减塑活动，除了家己准备环保袋啊、二手袋啊订好使用，环境部会伫遮设档，民众扫 QR code 加入会员，就会当借用存款袋。会有5000个环保袋，来这个让民众看是要采买或者是要来租用。环境部讲，拢总1年半的减塑计划，毋望用公私协力分阶段来推测，甲建国花市打造做亚洲也是全球的减塑示范花市。头一阶段的目标就是今年底，家己准备环保袋的消费者，会当为1.5%提升到10%。记者采访报道。天气玻璃仔，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25度到30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我是陈怡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